谢，大家庆团圆，锣鼓声震老年，从山沟来拜年，大喜八汉又做半年，开饭又开春节。 中古，大家好，我係老二哩。哎呦，今年啊，真係動歡喜，錯冇？今年係乜嘢？虎年，虎年錯冇？虎年一開始啊，我個先來啊，跟大家來祝賀一下。錯，虎年，我祝大家虎年富富得正。啊，矮啲，誒，觀眾朋友啊，我冇誤會啊，小鐘嘅意思講，祝福大家虎年大件事情都係好誒，幾好誒，都沒有負的。 不管是銀行的存款啊，或者什麼，全部都是正的。還有啊，吼，今年初一，8點啊，一直到10點，都跟大家在這裡同樂。哎，因為啊，懂得了有，係咧，客家嘅語言啊，當然咯，除了有好聽嘅歌曲之外咧，還有動精彩嘅表演，就係搭嘴鼓兩對啊，聽出來看咯。還有最重要，今年音樂啊，兩位暗號誒，是由孔鏘先生啊，帶來嘅孔鏘大樂吹。 講啊，孔鏘先生啊，佢媽係客家人啊，一聽我唱歌，來啊，來大家拜年一下，拿麥克風不一下，好，來請我們的台中市長胡志強跟大家拜，代表台中市嗬，孔鏘嚟大家拜年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哦，歡迎，真嘅哦，孔鏘先生乜son啊，客家之光啊，真嘅給他音樂啊無法講，在各大平台全部都給他做音樂。唔單止係安樣哦，呢個孔鏘老師係咪撲戲呢？都會做戲嘅。聽說給他做戲啊，後嚟他入圍嘛個，很各大影展。你亞洲天使獎，真嘅，係上春風非常係厲害哦，還過些，實在看唔出來嗬。好，鼓手，今日嘅節目真係很精彩啊！